这么大清早，谁给我寄东西？咦，谁给你寄的我可不知道，我只是一个送快递的，寄快递的和取快递的不是我，但我敢知道，这个给你拿这些东西的人一定是个土豪。行了，东西已经拆开了，你回去吧。哎，不要这样嘛！你看我给你分析一下啊，这有一个超大型的婴儿车，还有这儿星际战将限量版，欢迎加入乐童家族。是谁能给你送这么多婴儿的产品呢？我又没有分析错，你一定怀孕了。东西我不要了，你拿走。我没分析错，你怀孕了。停！这个举动代表了第二个问题，你怀孕，但你却不想跟送你东西的这个土豪在一起。把它放下。你一定觉得全世界的男人都不靠谱，想独自的生下这个孩子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知道吗？单亲家庭对一个孩子影响有多大？我就是单亲家庭生出来的。每当说起单亲家庭，我的心里一股痛苦的感觉就油然而生。我不骗你，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我的爸妈就被狼吃了。我是被隔壁村的二姑奶带大的，我二姑奶对我可好了，可我毕竟还是单亲家庭的孩子，我这心里啊，我。嗨，哎，哎，嗨 ，Hello，my name is Small Ball. I'm 快递员。Ah, hi. My name is Mike. Doman's my friend. I work here at the Polo Club. I guess you're the guy who brings the packages, who brought all of this stuff here. 饭 ，Thank you. And you? 麦克，你来找我什么事儿？你怀孕了，我怕你不舒服。啊，没事，我很好。他撒谎。刚才我进来的时候，他的心情波动很大，这样对泰尔不好。尤其你送来这个什么婴儿车呀，还有那个星际战将啊，儿童自行车，他都要砸掉。你说这怎么行？劝一劝 ，please。这是孩子的爸爸送过来的吗？嗯。你拒绝他了？嗯。什么星座？水瓶什么血型啊？ ，AB。纠结。哪儿人呐？山东。周。不过，疯子，你跟我这么一算，其实，哎，你俩挺合的呀。是啊，我也觉得挺合的，但是有一点啊，跟您一样，活好不粘人呐，玩完一次，人飞了。呸！那说明你活不好是吗？我活还行啊。嗨，我算是找个根儿。哎，你说疯子呀，疯子，你说，你跟哥也这么多年了，这夜场也去了不下几千个啊，为什么？哎，但凡有5个妞在场，至少有3个半扑我，为什么？男人在这个时候，靠的绝不是长相，
不是个儿，不是胸肌，哎，你知道靠什么呀？你哥也没别的什么特长，你就是就是回床率比较高。回床率，这事儿我跟你说啊，不用你去炫耀。但凡有一个人说牛逼，哎呦，这一片哎全知道。等到那时候，你就等着他们贼你。女人都是什么呀？哎，她就是块糖。吃过糖吗？吃过呀。怎么吃？用嘴吃啊。废话，搁屁股那儿手指。你要，你要把它捧在手里。啊。哎，舌头伸出来。哎，舔。我就不信舔不碎它。你对待女人就得这样，没有征服不了的女人，只有半途而废的男人。你搁这事多着呢，去，搁车挪过来。OK，小心点啊！哎，哎，疯子，要不这样，哥再陪你待一会儿，然后帮你看看这姐们儿的面相。不用了，师傅。哪天啊，我拍张照片再送到你司。师傅，您这后台有点缺气儿。我推着走健身。哎呀，真不用陪你。不用了，师傅。好，您一会儿路上慢点，小心点。不是看你这势单力薄的，这么着，啊，等着哥再给你添把火，啊，那我就等着师傅了。走了。哎呦，好嘞，好嘞，哎，师傅，你慢点。大伟，大伟，别动我！几点了？又这么晚？宁可风，你要是不愿意回这个家，你就别回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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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